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7月6日啦。今日係農曆嘅5月22日，係星期一，係叫做辛字嘅金蛇日。就生於1941年同埋2001年嘅人呢，就叫做辛字金蛇啦。咁今日呢，佢伏吟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蛇呢就會同豬相沖。咁呢就沖一隻呢叫做乙亥嘅木豬，就生於1935年同埋1995年嘅人呢，就叫乙亥木豬啦。咁同時都沖一隻呢叫做丁亥嘅火豬，就生於1947年同埋2007年嘅人呢，就叫丁亥火豬啦。咁今日沖豬之中呢，就係一隻火豬同木豬呢，就比較嚴峻嘅，因為佢係天克地沖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啦。嗱，豬同蛇相沖呢，通常就應喺咩地方多呢？通常就會好容易唔開心啦。思想方面比較煩亂啦。喺人事上方面多鬥爭啦，口舌是非容易招惹嘅。喺身體方面呢，就要特別要注意眼睛啊、心臟啊、泌尿系統嗰啲問題嘅。尤其是今日特別要小心呢個頭部同個面部呢，就容易受傷，所以呢，過馬路嘅朋友同埋揸車嘅朋友呢，小心交通意外啦。今日逢沖呢就必動嘅，所以呢，我建議呢，屬蛇嘅朋友同埋屬豬嘅朋友呢，今日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、贈醫施藥啊，多做一啲呢利益眾生嘅事情，去做布施啦嚇。將自己呢嘅運程提高佢，希望喺今日能夠可以逢凶化吉嘅。今日嘅30位呢就喺東面喎，東面呢就千祈就唔好動土啦。再加上呢個月呢，有粒二黑病符星呢飛咗落去東面，就更加不宜動土。尤其是屬兔嘅人就更加要小心啦，因為東面呢係兔嘅方位嚟嘅。今日有2個時辰要特別要注意嘅喎，一個就係早上嘅9點到11點個貴巳時，另外一個時間呢，就係晚上嘅9點到11點嗰個己亥時啦。呢2個時辰要特別要注意啦。今日如果想催財嘅話呢，最好嘅方位就係東面，因為財神今日就喺東方嚟嘅。我哋可以向住東面行15分鐘去迎接財神啦。但係記得，今日嘅30位亦都係東面，所以呢，催財要特別小心啦。用咩時間催比較好呢？就係當然用財神時啦。今日嘅財神時就喺晏晝嘅5點到7點個丁酉時啦，不妨去好好地利用呢個財神時啊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日有咩幸運嘅生肖啊。原來屬馬、屬虎、屬雞、屬牛、屬猴都係今日幸運嘅生肖嚟嘅喎。我哋睇下佢究竟有幾幸運呢？講到屬馬同埋屬老虎啦，今日就有天月貴人去扶持佢噃。講到屬雞呢，咁就有個三合貴人同埋一個財神爺去睇佢啦。至於屬牛嘅就有一個三合貴人去睇佢啦。至於屬馬騮呢，就有一個喜神同埋一個六合貴人去睇佢喎。故此今日呢，屬馬、屬虎、屬雞、屬牛、屬猴都係非常幸運嘅生肖嚟嘅。切記就係想逢凶化吉呢，最好嘅方法就係要多做善事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咁就包你有運行。你所做一切嘅善行，終將都回到你自己身邊噶。大家多做善事啊！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再見啦。